提多书第1章，上帝的奴仆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凭上帝选民的信心甲敬虔真理的知识，望迄个无白贼的上帝，伫万古的大圣所应允的永生，到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，将伊的道显明。这个传扬的责任是照着上帝阮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。现在写批互提多，就是照着咱强信的道，做我真囝儿的，愿恩惠平安对上帝甲咱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互恁。我将前留你伫革哩底，是爱你将遐个无办完的事，拢办整齐，搁照我所吩咐你的，伫逐个城设立长老。若有无通指责的人，指做一个妇人人的丈夫，囝儿也是信主，无人告因是放荡无服约束，就通设立监督。既然是上帝的管家，的确就无通指责，无任性，无暴躁，无因为酒滋事，无拍人，无贪无义的钱财，乐意接待出外人，爱好、庄重、公平、圣洁、自持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为将纯正的教示劝化人，搁为将争辩的人驳倒。因为有真侪人无服约束，讲虚空的话，欺骗人。迄方格类搁较是安尼，这个人的喙总着踢条，因为贪不义的钱财，将毋应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。有革哩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讲，革哩底人常常讲白贼话，就是恶兽，搁贪食，搁贫惰。这个见证是真的，所以恁着严严的责备因，互因伫真道上顺全无瑕疵，无听犹太人渺茫的言语，甲离弃真道的人的诫命。伫清气的人，凡物拢清气；伫拉散毋信的人，什物拢无清气，连心地甲天良也拢有违。因讲是认捌上帝，行事却甲伊相悖，本是可爱，是悖逆的，伫逐项好事上是通废弃的。